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利用今天早上我各位做第二章的介绍，第二章法语的介绍啊。这一章的内容呢，比较通俗，就世间法很简单，但是呢，也给我们呢一个很好的方向。只要你能够秉持着这个理念，那么你在世间变成一个非常有作用、很有价值的人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内容。在人海沉浮中受苦受难是当然的，是当然的。因为人海沉浮之中，各位，也就是我们讲这个人间，你有时候会有一些灾难，有一些不幸，有些不吉祥、不如意啊，没有办法称心如愿的。那么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佛老早告诉我们，这个世间是个切线的嘛，是个切线的，它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，所以我们才称呼叫做五浊恶世。五浊恶世又有很多灾难，很多不幸的事故。啊，除了我们天气的变化以外，我们人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有种种的痛苦，随时在我们周遭威胁着我们，让我们呢很多的折磨，很多受苦受难。所以各位，你活在这个人世间，你要完全称心如意了，顺心满愿呢，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是变化多端的。是如梦幻泡影，你要求它长久的吗？要求它固定的吗？要求它不变的吗？不可能，世间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人呢，追求的是，如果这个东西我希望能够长久的拥有，但是实际上事实不可能啊，有一天它会离开。为什么？我们追求的东西不能如愿。我们呢，这个世间里面生离死别。你喜欢的人，但有一天会分开，你不得不要一定向现实来低头啊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来人世间浮浮沉沉的这种环境当中，你受苦受难，这是当然的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。那么我们来这个世间，就是有的来讨债，有的来还债。有的来报恩，有的来报仇。原来在这个人世间，我们来是带有罪业来这个人世间受苦的，所以我们来受苦受难，当然是当然的。那么在这一种复杂不稳定的没有办法很安稳的这种环境当中，我们唯有随喜随缘欢欢喜喜的。各位，随着因缘的变化，我们的尊重、欢喜去接受。欢喜接受，随喜随缘，随这个因缘的变化，我们欢喜去接受。你这样子的心态，健康的心态，你才能找出通路啊！因为一个人的悲观，一个人消极，一个人太暗淡了，那么你的人生道路没有光明，一定是各位非常黑暗痛苦。一定黑暗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不乐观、不开朗，你看不开，你又放不下，所以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，如果你的心态是不健康，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找出通路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随喜随缘欢欢喜喜的过日子，高兴的、欢喜的来，我们也接受。那个让你生气的、懊恼的事情，你也能够看破放下，欢喜的过日子。各位，好，你也能够找出通路嘛？不会被烦恼给你压抑住，不会压抑住，所以我们的头脑就会很清明呢，很清明，能够看清楚方向，能够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，对不对啊？找出通路，在娑婆世界里面给人欢喜。也是当然的，为什么？在娑婆世界就是在人间嘛，这个人海一样的道理。娑婆，所谓娑婆就是堪忍的世界，你能够忍耐的人间，你必须要忍，要不要忍呢？人家讲话可能不让你开心高兴，不是让你很满意的，你要不要忍受？
你的上级主管啊，对你有时候很严厉的指责，你要不要忍受？你不忍受，你马上就要换位置，你就炒鱿鱼了，糟糕了！一年当中24个老板，你要24个老板，你永远都待不住。所以各位在世间要不要忍？一定要忍啊！在娑婆世界里面，你就是必须要忍受。但是我们如果这么短暂的生命时光，太短暂了，人只有一口气在做人了。如果上不来了，就走了。就走了，这么短暂，啊，这么短暂，很快速的这种瞬息万变的这种状况下，各位，我们给人欢喜，跟人家结善缘是当然的，尽量把握时间，珍惜这个因缘，我们尽量给人家欢喜，给人家开心，给人家高兴。你种了这个好的因善的因种下去，以后回到你身上都是好的果报啊。好的果报，因果是绝对存在的，因果是平等的，因果又不能代替，只有你自己怎么做，以后怎么得，自咒自受啊！自己怎么做，就自己怎么去接受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就了解，我们如果跟人家结善缘，欢欢喜喜，对不对？这是当然的。为什么？为所当为，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就尽量去做。布施啊，持戒啊，赞叹多赞叹别人啊，我们用这样为所当为，为所当为，你做你应该做的，那么你才能有贡献。我们来这个世间这么短暂的生命时光里面，各位，你能做出对人类有贡献，因为有你带给别人幸福快乐，你有意义嘛？我们活在世间才有意义，各位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你看一口气上不来，默默的走了。你留给世间是什么东西吧？你自己想想看，我能到底为家庭、为单位、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？如果你有心安理得、欢欢喜喜的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你有所交代，很清楚到好的地方，你种的善的因嘛，以后当然你的果报是清净、是光明、是幸福、是快乐的嘛。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，你才能有所贡献，因为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不要去违背良心啊！不要违背良心，我们也不要糟蹋生命。那么你该你做的，你好好去做，你就有贡献，你的生命就有价值，你才有价值。我们人佛世间就是有价值，什么有价值？你是一个被需要的人嘛。对不对？你是一个被需要的人，因为有你，你看大家都需要你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你，都会想到你这个人慈悲啊、善良啊、人品高尚啊，大家都很喜欢提到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所贡献，大家怀念你，就万古流芳了。万古流芳。所以这一章，各位就是世间法。我们如何在这一种恶劣的环境、复杂变化多端的这种世界里面，我们怎样让自己心安理得、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？那你一定要有这一种观念，有这种理念，那这样安然度过。好，我们的心呢，毫无挂碍，到好地方去，到好地方去。师父深深的祝福大家，谢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